后礼拜二就是中秋节，讲邮局中秋的包裹一堆一堆囤甲亲像小沙轮，比平常时加出着8成。邮局讲，民众若要送礼，今仔日若无寄出去，恐惊中秋前要收到就困难咯。文旦、月饼，一箱一箱，一盒一盒，摊摊起来，袂输是一座山。邮局的情况一直咧分货，目前的呢，规间仓库特别放电满。卡枪美丽，总出总入，无时间通休困。为着应应后礼拜中秋节重点的节庆档期，快递运输的需求增加。邮局的情况，若班次变多，也都爱逐工加班。每个单位因为看它的邮件量，还有每天的出来的情况不一样，那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大概加班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。以高雄的邮局来讲，平常时逐工经收差不多700-800件商品，是讲为顶礼拜开始运输量加7-8成。逐工有1400件以上的货品配送，来到这礼拜，南送北运的礼品数量又搁增悬。也有最近流行的进口水果礼品，水果拢放收了了，店员赶紧补货。后壁仓库的工作人员更加无闲，一直咧搬货。大概在中秋节前1个礼拜的时候会出货比较多，大概都600-700左右。下乡跑道甲日本的木仔龟礼盒加上环境，乌业者一买就是买30多箱的木仔龟，卖送人客。逐工有100-200件进口的水果商品，坐飞轮机来台湾，店家会当讲是拢无够卖。邮局就提醒大家，若是要互对方伫中秋前前就收到礼，今仔日是最后寄货的期限，得爱好好把握。若超过今仔日才寄，对方恐惊得爱等过中秋了后，才会当收到礼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